澳門舊城區範圍內存有唔少具歷史同文化價值嘅街道，昔日呢啲街道店鋪林立，熱鬧非常。時至今日，市民同遊客自行尋幽探古，暢遊特色老店，仍能感受澳門基層嘅文化源流，了解老店鋪嘅傳統。澳門早期幾百年前開始形成嘅，慢慢形成一個好旺嘅市集嚟嘅。主要而家仲存在嘅就喺營地大街一帶，基本上都係傳統澳門需要嘅一啲民間用品嘅銷售店啊，食品銷售店啊。我哋呢間鋪咧就經歷咗4代，大概150年左右。嗰塊牌咧清朝嘅舉人公啊，即係有名氣嘅人幫我哋寫嘅。因為我哋好知足嘅，即係幾十年都係可以講都即係冇乜變化。但係嗰條街咧就變化好大啊！而家生意梗係即係同以前嘅冇得比啊！你去到同啲老闆傾下偈，佢哋好樂意同你交流嘅，亦都好樂意將佢哋嘅過去、佢哋嘅店鋪一啲故事、遇到嘅一啲嘢，同大家傾偈。呢條沿線咧，佢好多點都有個歷史故事喺度嘅。喺呢度你可以睇到澳門人嘅一啲傳統經營行業嘅形態。有冇細集啲？幾多錢啊24。好，唔該晒你。其實我哋自古以嚟好多嘢都係靠更新形態再生存落嚟嘅啫。好似我哋香葉成1000年㗎啦，佢冇可能1000年前咁嘅形態到而家都咁嘅形態。可以話你聽，你而家目前咧能夠將個叉做得貼，即係貼身嘅西裝，個叉又貼嘅啦。我大膽講一句，而家只有我識做。嗱，呢把尺咧，我哋係專門愛嚟度膊頭嘅，冇得賣嘅，我自己做嘅。全世界係我用呢把尺裁西裝嘅啫。咧，因為我係哲學系畢業嘅，所以我咧係用哲學嚟裁西裝嘅。咁我咧然後用一個黃金分割率0.618。咁喺新時代裏邊，就睇下喺呢度生活嘅人群，佢個所需，佢思想裏邊所接受到嘅一啲生活，佢可以接受到嘅形態。咁我哋向嗰個方向去更新嘅話咧，假設佢生活上有呢個需要，必定會存在。嗱，呢305嘅喺面前嘅東西咧，有一個就係90幾年前嘅澳門一個商會，叫做澳門商會。咁我阿爺咧都有個名喺度。呢個會之後就係現在叫做澳門中華總商會，呢個係前身啦。咁另外咧，呢度係民國2年發嘅彩生龍嘅單。發票嚟嘅，呢三樣嘢咧都係我哋鋪頭嘅歷史見證嚟㗎啦嚇。呢店鋪嘅最大嘅資產就係佢嘅過去，佢嘅過去係好大部分人本土人嘅共同回憶。